今仔日是冬节，嘛有人讲冬节是小过年。按照风俗，即天大家拢会食圆仔，代表团圆。甚至有舞剧团体就招大家，除了用台语讲冬节的故事，搁安排动手烧圆仔的活动，用趣味的方式，互囡仔自然接触台语。 哪唱圆仔歌，哪跳舞，大家拢笑甲真欢喜。也趁机会讲冬节的故事，解说冬节是一年当中日头上短、暗暝上长的一日，互囡仔知。大家有看到日头啊无？有哦，真正是日头。对啊，日头也乖啊，愈来愈。有一个大自然。 除了唱歌跳舞、讲台语故事，现场还有烧圆仔活动，无论大人囡仔，大家拢参加笑嗨嗨。互因体验讲咱正这个节日爱烧圆仔，啊嘛，互因会当动手做，啊了解要安怎烧圆仔，互因知影这个趣味安尼。啊，互囡仔就是过台湾的迄节日。新竹舞剧团体特别伫冬节招大家做伙来动手烧圆仔，另外佮煮咸佮甜两种无共口味的圆仔，互大家食。因为即摆的社会吼较少有即款传统的物件，所以阮就想讲会当因为即个活动啊，甲即个传统的礼和一寡活动啊，甲伊传落去，安尼无伫厝其实嘛较罕伫咧有即个机会。阮的传统就是暗时当做进前一暗时食咸圆仔，阮隔工当做迄早起咧食甜圆仔。 冬节团圆食冬节圆，接煞大家一会。传统伫即天也爱煮圆仔汤拜祖先、拜神明，谢当感谢规年烫天的保庇。透过活动，互囡仔哪耍哪对咧讲台语，也互大家感受过节的气氛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